係啊。TVB 劇集《奪命提示》最新一集，張振朗撲火時弄傷手，劉穎心軟照顧他，但原來他早已康復。張振朗更扮可憐，希望劉穎可繼續照顧他。張振朗明明雙手已經康復，但見到劉穎上門找他，立即自行把雙手包紮，用腳來開門以博同情，假裝用腳約提子，結果劉穎璇直接幫他。其實我唔需要人幫，好唔好啊？張振朗特地弄污了衣服及身體，劉穎雖然知道他假扮，但都繼續表示我幫你抹身啊！張振朗被劉穎綁在床上，劉穎穿着小背心走向張振朗，用口餵提子給張振朗。張振朗興奮表示，原來上次係預知夢。劉穎質問他：好想食蛋？係啊。劉穎先叫他閉上雙眼，才把提子給他。結果他閉上眼後，就被劉穎拿了一隻蟹來夾他大腿。結果第二天，張振朗成隻蟹般走動兼歸隊，令在座的同事都笑不攏嘴，而玩弄他的劉穎就笑不停。